是，走，千马人，跟我们走，快走啊！大哥，快走，快走，帮我们，帮我们，帮我们！那个就是射杀了左王的人，是吧？哎呦，这看着瘦瘦小小的，那看不出来。就是啊，哎，你看，你看，还被铁链子锁着。不厉害，努尔丹将军是不会这么做的。是啊，是啊，是，跟上，看不出来。走。王，此人剑术超群，一个人干掉了我们8个人。他杀的左王，应该不是误传。有胆识，有眼光，不但接住了本王的匕首，还借势着金刚炼成的匕首割断了铁链。你可知道？在湖库，本王的暗计是没人接得住的。不过如此。